咩係愛滋病病毒？愛滋病病毒嘅醫學名稱係人類免疫力缺乏病毒，佢專門攻擊免疫系統入邊嘅 CD4 淋巴細胞，令到身體比較容易受到某一啲嘅感染或者發生某啲嘅癌症。愛滋病病毒感染其實可以係冇任何病徵嘅，測試係最有效嘅方法，確定一個人係咪受到感染。但係感染者如果冇適切咁樣接受治療，身體嘅 CD4 淋巴細胞就會逐漸俾病毒破壞，跌到所剩無幾，最終演變成為愛滋病。目前雖然冇辦法可以完全根治愛滋病病毒感染，但係已經有好多好有效嘅口服抗病毒藥物可以抑壓病毒嘅複製。透過早期診斷同埋好有效嘅治療，令到母嬰傳播嘅風險大大咁樣減低。愛滋病感染嘅婦女透過藥物嘅使用，亦都可以誕下健康嘅小朋友。預防母嬰傳播由而家開始。